大家好，係高方婷同你睇天氣。先睇睇今日嘅衛星雲圖，見到本港上空咧雲量都唔少㗎。而位於廣東嘅一道低壓槽，為本港咧今日帶嚟咗雷雨。咁下晝沙田、元朗都好大雨。咁沙田咧喺1個鐘頭之內錄得34毫米嘅雨量，天文台一度發出雷暴警告。天文台錄到今日氣温係介乎27至30.5度，而11點鐘嘅氣温咧係28.2度，相對濕度86%。跟住我哋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聽日風勢逐漸增強，會有幾陣雨，最高嘅氣温大約係29度。而星期二有幾陣雨，本週中期漸轉天晴同埋乾燥。跟住我哋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澳門同埋廣州有驟雨，廈門都係有驟雨，台北最高28度。上海天晴，北京多雲，瀋陽都係天晴，首爾多雲。雅加達有雨，新加坡雷暴，吉隆坡有驟雨，曼谷有雷暴。墨爾本有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有雷暴。美洲方面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多雲，芝加哥好好陽光。溫哥華係明朗，三藩市都係明朗，洛杉磯天晴。歐洲方面，阿姆斯特丹同倫敦有雨，法蘭克福同蘇黎世有驟雨，巴黎有雷暴。咁最後啦，我哋睇埋風暴嘅消息。咁傑拉華已經增強成為超強颱風，預料會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。今晚天氣講到呢度，拜拜。